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不是来个节目。今晡日老大家咧上界马家咧，咧上界读花莲界一件艺文空间啊，了解艺文空间咧，就当到某强嘅艺术品。不过，件艺术品都有意思哦，有平常时你好冇按过看到嘅，然后客家有关嘅，你讲安样嘅艺术品系乜嘅咧？所以上界你今日来宾哦，大家咧分享嘅系你日常天开了解工作室嘅创办人荣凯竹分享。大家好，我是来自花莲的金属工艺师杨凯竹。欢迎凯竹，凯竹从花莲来这边录影，很远，对不对？一点点远。整个这个台湾很可爱哦，台湾其实不大，就是一个小小的岛屿。可是你看，你从花莲过来，其实花很久的时间。没错，其实花莲就是交通真的比较不方便。可是我跟你说，你今天来到这边一定很值得，因为基本上你走在小改本动豆改，乡亲朋友看到按某种改手工艺品哦。其实今天我们现场也带了很多你的作品，对不对？不过呢，小改你改作品之前哦，你先让乡亲朋友来讲一下异想天开这样的一个工作室，在花莲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工作室？其实当初取名叫异想天开，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空间或我们的思维或作品，它是不设限的，就是人家都觉得，你怎么可以想到这样做？那所以我们其实，在空间经营上面，我们可能从空间的打造，我们都是自己手工设计，然后自己去找一些师傅，然后跟他们一起做，然后把自己想的思维去设计在空间里面。因为我们包含可能家具，我们都是。我们工艺的作品跟真的吃饭是不一样的嘛，所以我们都是为了我们量身定做的。那在环境里面，我们其实是想要呈现我们在地花莲的一个不同的生活步调，所以不单单只是我们的工艺创作，我们也集结了不同在地的一些像原住民编织的老师，然后或者是像在做在地的一些蔬果皂，或者是还有做一些在地小农的部分，我们希望把空间呈现到，你来到这个空间就感觉到好像到了一个花莲人的家，做客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我已经充分的感受到凯竹的热情，我觉得有那种花莲那种给人家很热情又很亲近的一种感觉，因为他刚刚讲说，我希望你来到安永感艺文空间，它不是只是逛一个艺品的一个空间，它其实就像来到一个家，而且到了那个地方认识的东西不单一，可以认识很多多元的东西在里面，对不对？所以其实你们安永改工作室其实也结合了动豆改艺术、尬读地读，所以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还有很多其他改艺术尬读地读。对，其实，在空间的呈现上，我们希望诉求的是更生活、更文化。因为以花莲这个地方，其实有原住民、有客家人、有闽南人，就是比较多元融合的地方。那我们希望是你进来，其实就像花莲，它有一个很慢的感觉，然后有一个很亲切的感觉。你进来的时候，我们会给你介绍，如果你累了想坐一下，我们就喝个茶聊天。花莲有很好喝的茶。那你喜欢看看工艺品，你就看当自己家，喜欢就带。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或者什么，我们就跟你闲聊，跟你聊一下。最近像现在金针花开去看金针很美，还可以聊天。对，就是去看一下金针花，就会跟你讲说现在最在地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不能错过的是什么。好，所以你自己跟花莲的感情很深厚吼。从小到大都在花莲，然后爸爸妈妈就是花莲的哈嘎音。妈妈是那个桃园苗栗的。就是哈嘎宁，然后嫁到辗转就是嫁到很遥远的对面去，跨过一个中央山脉。对，所以你就是在花莲土生土长的，就是算是从小5岁就在乡下长大，然后一直到念书也特地回到那个东华大学去念书。是为什么让可以做安永改
这样子的一个对话，主要是因为很有意思哦，因为基本去带了带收工宜平，你讲到客家东有关系，所以才问讲，你是在花莲长大的孩子，对，然后可是妈妈还读苗栗两片，跟客家一起都花莲，可是你跟客家也有不一样的感情，虽然说读改片一种多元融合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讲到俩讲到俺都带很嘛该收工宜平，甚强你该开做帮我们前面的手工艺品店，手工艺品，这是一个小型的手工艺品店，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你今天带来的作品。最前面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蚕花，其实大家小时候可能会听过纯阿灰。但是其实它就是在不同的部落里面，它的称呼不一样。在客家里面，它叫客家蚕花，这是传统的花型。那我们旁边玻璃看到的，它是贡花，就是客家贡花一种，就是以前拿来礼佛啊，它会放在旁边，因为不会凋谢。那它这些都是需要花很时间去慢慢做出来，就是很有诚意的一个贡品。那这些像传统的蚕花上面，它其实也是在以前喜庆的时候，他们会婚礼的时候，因为妈妈就要嫁女儿嘛，或者是要给亲朋好友要带一个红，譬如说像我们比较以这个来讲，这个是石榴花，它是一个造型，它是指的新娘戴哦，因为代表多子多福气哦。对，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以前的婚礼的时候，新娘身上就有可能会戴这样子的，你讲客家蚕发，它就是客家蚕花，就是这样子。对，就是专门给新娘戴。对，那像还有这样子的花型呢，是所有女性都可以戴，它叫做五福花，那就是代表说很福气的，你来参加这场婚礼、这场喜庆，大家都很有福气。那以前他们在做的材料其实是比较坎坷，很少像这种里面的版型是爸爸那种抽烟的纸板，那个烟盒丢掉嘛，很可惜哦。妈妈很勤强把它捡回来。你现在讲的是真的吗？我是讲真的。爸爸抽烟盒的真的跟你们说，对，然后把它捡回来之后，爸爸的七星烟盒不是有一个那个亮亮的袋子，先拆掉。你刚是说出品牌吗？对，不小心以前比较常都看到这种了，对。然后他把它剪成像这样子的小小的半月形。然后每一个花瓣呢，就是妈妈连那种纸盒都要留下来，然后剪，然后把以前绣枕头，以前有这种鸳鸯枕头的那种绣线嘛，他把绣线拿来这样子拆开来，缠出一整朵花，然后里面的丝就是以前会有一些小铁丝绑东西嘛，所有东西都是随手可得，然后最不用花钱，花的是工。所以早样讲，其实挑白感应走，安用个客家蚕发。它真的就是家里有的现成的材料，就像你讲的那个线，我们看起来很漂亮嘛，红色的绣线。可是开始挑白，你他刚刚可能走紧挑改时间，妈妈容易走紧挑改线。好像公头该纸片就是烟盒的纸片，然后家里绑东西的小铁丝。然后妈妈拿到就会做了，对。那我真的觉得以前的人很厉害耶，对不对？手很巧，所以你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客家蚕发学起来，然后现在做了这么多的作品。可是很好奇的事情是，那你是找谁学习安用恩音改客家蚕发？早期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看过我奶奶跟我阿婆跟妈妈就有做过，可是那是已经很小了。那随着时代变迁，其实家庭代工、塑胶花什么都有，那这种东西就流传。那是因缘际会，就是我做金属线编织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客家的精神融合在里面？就有想到这个东西，它也是丝线。那我就去找说，现在还有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呢？那就因缘际会找到一个国宝级的陈惠美老师，她还有在教。对，那我就觉得好开心哦，我还很认真的去找这个老师，因为就是现在会的人不多了，而且它是一项很细的工艺，对，所以就是像今年这2年，我们就是很认真的去找老师，把一些传统的每一朵花不同的才艺给学起来。所以今天你也会现场帮我们示范一小朵，对，尽量一小朵，掌声欢迎。对，所以凯竹今天呢，为了你给乡亲朋友来示范一下，到底安用的客家蚕发很容易做。其实讲实在话啦，安用的客家蚕发其实它要很细心，因为去讲讲呢，好像回到你头白有没有卡
尽显去，要慢慢去然后去绣出来一个东西。啊，你看见那种该花朵啊，一缕一缕都非常的小，所以其实这个工很细，我觉得很要耐心。所以如果去学安永改哈嘎参法，其实也是培养耐力跟毅力一个很棒的过程。可以这么说，没错，对，真的。你平均做这样子的一朵花，当然进步一类的节目地图示范给大家看，当然没有办法全程的都做完，但一般来说，你做这样子一朵蝉花要多久的时间？其实看花型的难易度，那像我可能只是光缠一个这样子的叶瓣的话，就要1个小时，半个小时1个小时。哦。就是你要缠到很细致、很细致的程度的话，要花很多时间。所以乡亲朋友做在看到哈，其实根本其实只是让乡亲朋友在分享一下，其实哈嘎参法去豆台走改狗仓台肉很容易，真的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真功夫它真的就是这样子一条一条缠起来的。对，所以你现在缠的地方算是梗吗？还是叶子？还是叶子？对，叶子一小半片叶子。是，所以先用一根小铁丝，用这样子的绣线去缠成半片叶子。对，早期的话，我们其实就是一个纸板型，然后你自己去剪它的花型。那像我们看到，这是属于基本的半月形，它其实里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爸爸那条金金的，它会在里面做点缀，要很精简的使用它哦，因为只有一小条而已。那像我们现在这样缠是只有半边，对。那如果我们整个缠起来之后，就会变成像那样子的连接起来是这样的感觉哈，所以我们可以请凯竹继续帮我们示范，对不对？哇，乡亲朋友，其实做安个哈嘎参法恭喜才会吼，俺一家都会先从体积白看到啊。你有请你的乡亲朋友先聊下吼，聊下之后呢，该你发是做好了哦，切到莫就快哦。疫情时候，就咧绕墙头类似发链改开主类度俩片，然后大家来分享我们客家参法吼。俺相信天时千改乡亲朋友可能就系提起摆看到，你讲客家蚕花，我真的觉得很特别哦。一朵这样的小花，可是它事实上就是用一条线，真的就是一条线，一步一步一步这样子把它缠出来，变成一朵花。广告时间的时候真的是不太敢吵他哈，因为感觉上要很专心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凯竹现在也没有在理我，收尾了要收尾了，可是要收尾了，是不是快要做完了？这很重要，因为要让它花的形状出来。对，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屏气凝神。那像我们把刚刚的那个半片我们缠起来之后，它就可以组成一整朵的花型。哇，好漂亮哦！那在花的时候，我们都要记得花先合才开，所以我们在塑形之前呢，把它稍微折出一个花的模样。我喜欢这一句话，先合了再开，这是一定都要这样，对不对？因为它才有那个感觉，对，它那个花的那个，对，这也是我们老师教我们的。其实花的形态，它都是有一个规模出来。那我们把每一件花型折好之后，它就会有一个展开灿烂的感觉。好可爱哦！所以先合再开，就会有一种花的灿烂的感觉。对，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如果去参加喜事啊，这个是就是百合的基本型。那我们也叫五福花，因为它有5个花瓣。对，那就可以拿来做成胸针或者是头插，像新娘的头顶上，或者是来的妈妈妯娌，他们都可以戴。好棒哦！这个是真的有哦。你大白，你讲哈嘎你走喜事的时候，你真的会看到我们的长辈们事实上会在头上戴个花扎。对，但是因为现在都戴那个塑胶花，我其实是要强调这个。可是我今天认识安永改哈嘎参发狗，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而且它真的很有质感我只能说为你掌声鼓励一下，真的是好厉害。其实除了这样的手工艺品，在你们的工作坊里面可以看到。也可以购买，对不对？对，是。然后不只是这样的哈嘎参发，田中还有那个是那个看起来莹莹亮亮的那个，比如说一山水嘛。对，这个是得奖的作品。对，这是我们得奖的作品。那我是利用我们花莲在地的玉石，因为花莲算是台湾出产玉石最著名的，而且它的材质和它的厚度都是还蛮独特的。那我希望说，我们既然身为花莲的工艺师，那是不是可以做一出在地的创作？那这个一山水
是我得到经典设计奖的一个比赛作品。哇，大家可以看它的形状，其实是山的形状，我们就希望做一个山形流水，就是代表我们花莲的好山好水的感受。好山好水，好好玩又好美丽。对它，我有看到那个玉石在里面，然后它这样颜色搭起来真的很有意思，而且也像山一样的那种感觉，就像我们花莲的感觉。对哦，我觉得凯竹真的很有。感觉很活泼，然后又很热情哈，然后带来的这个作品又这么有故事，真的觉得很感人。可是用亲朋友，你以为只有这样吗？你把都是安用婷婷，不止。我今天一进来摄影棚，还是起头这个金光闪闪的，这一次给不给杜巴连带了一个艺品，我们也要好好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最近的，就是其实一直都有在做花莲的在地连结。那我在想说，我们身为一个客家人，那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客家的精神融合在里面呢？也因此我去找了老师学了传统的缠花之后，应用在金属上面。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作品，我们就是很传统的花型，刚刚小的，然后做成金属大朵五福花了。我们对就这样子，对不对？这是一个大朵的。金属的那个五福花材，对，不过这个挂在头上就真的是很太亮丽了。所以这个是用线边，对，金属的线，我们是用硬的合金线去拉丝。那在拉丝的时候，其实它跟丝线不一样，丝线是软的，但是我们金属线是硬的。但是我们要让它呈现像在这样子的金属丝线上面的质感，就必须要比较耗工的去把它并排排好，然后让它光泽感出现。对，那当初这一系列的作品出来，也是因为我觉得客家的文化工艺品它在流失，因为这种东西它的材质会受到光、温度和保存上面。那金工我们在说珠宝流传这件事情，第一个是它要能够放，你现在还可以去看到千百年前的一些那种头冠啊，然后一些珠宝展，它都是100年珠宝展，可是你没办法看到100年缠花展，因为它没办法放。那我就想说，这样子的工艺是不是应用在我们金属上面，我们也可以呈现所谓的客家精神在里头，对，把这些传统的东西融合在里面。我知道凯叔有特别强调，就是说你们做了这么多这样子的一个精工，可是，在过程当中，大家对精工其实这几年越来越熟悉，所以你们也非常强调，比如说你们的安全精工，对不对？这一点也是你们在工作坊里面特别的空调改黑猫。精工其实它本身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技法，那大家不外乎就是可能要用到火，对，那可能要用到一些钻啊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说推广这样子的安全精工上面，一方面我们可以更了解这些，其实你可以很简单的做一些金属饰品，然后你也可以很安全的，不用这么有危险性的。那利用这样子丝线的去变化，其实它可以做的产品也是丝毫不逊色。对，所以这对你来说。我们是觉得很难，但感觉让你信手拈来就可以做的那种感觉。所以你现场也带了一些丝线，那些线跟大家分享。而且其实你刚刚说这比较难呢，它其实难在技法，对，但它就是不用动到。你看我们今天很简单的一张桌子就可以做，可是真的你到我们的工作室看，我们可能随便一个机具就是超级大的。是，所以这是凯竹今天也带来特别想跟观众朋友分享的。对，其实我们是希望做一些很简单的体验，你可能来半个小时，你就可以带一个简单的作品回去，然后你也会很有成就感。虽然我们那时候在做，因为可能我们常常在使用，所以可能大家就觉得我们做好快哦。对呀。但我的经验是，就是学生来上完2堂课，手指头都在抖着回家，跟我讲说：“老师，我手好抖哦。”正常的，对，是正常的。对，因为大家平常没有在动手指。所以你给不给绕墙可以做那种节目地读庆凯叔帮我们现场做示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什么原因呢？其实是应该说，到了花莲去玩的时候，如果到了凯竹的这个异想天开的创作坊里面，是不是也有体验课程？对，我们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体验活动。对，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去花莲，然后找到了你，我们是不是也在现场可以体验你现在正在制作的这样子的一个线编的手工米瓶？没错，就是我们其实现场有很多比较基本款的一些饰品，包含戒指、坠饰、耳饰。那我们也会因应时节不同的去开一些在地的活动。哦，对，那像这种精工的东西，我们就希望你来的时候，带一个你自己做的有纪念性的东西。那偶尔呢，像我们也会有一些生态导览的活动，结合小农，我们就希望做一些你可以跟在地有不一样的连结这件事情。所以到了那边。做完这样的作品，体验完毕之后，我们就直接带回家了。
就可以带哇，好回家。棒哦！那像你刚刚讲的客家禅花，在那边也有这样的体验课程吗？未来是希望能够融入，因为我个人觉得我还需要再磨练一下我的技术，才可以更完整的教给大家啦。可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像金属这样的一个线编，肯定就是可以真的在那边亲自体验。没错，哈哈，哇！所以看你做起来真的没有太困难，但我相信它非常的困难。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看起来好像还蛮简单，可是很多体验的朋友们回去的时候手都在抖，是不是？对，因为没有习惯用到手指头的力量，但是他们做回去都很有成就感。对，这就是重点。对，我刚正要讲说，这样子的话，大家想说，哎呦，这么难，其实不是，我觉得是那个成就感的来源。对，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走个安勇感艺水平，你带专业的世界，该是你几架走来是属于你几架一感应该作品哈。所以其实到那边的话去做这样的体验课程，除了可以做这样的体验课程，也会有其他的体验课程，比如说你刚刚有提到的像原住民编织，利亚都可以在你们的工作坊。直接有这样的体验课程。我们其实每一个月都会跟不同的在地的老师，可能是年轻人或者是一些在地的耆老做合作，因为我们希望说你来的话可以体验到不同的文化。那不论是可能来品茶，我们也会请到茶艺师来店里面跟大家介绍说，我们花莲的茶大概是怎么样呢？你做好了，做好了，这么快，哇！赶快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好可爱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只小猫咪，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像项链，对，或者是耳环的作品，这是我们店里面还蛮受欢迎的一件作品。真的感觉蛮简单的，可是我想它那个小猫咪的头可以盖慢的时间，哇，2-3下就弯好了。我想我弯出来大家看不出是一只猫吧？不会脸歪掉而已，脸歪掉。所以用亲朋友俩是你给你现场老大家来示范的好简单，安用改手工艺品，系讲你自家去到花莲啊，做对你自家做啊，还有嘛个做对分享聊下，等下转转来。你当番做咧绕墙都可以说那种节目地图，让大家的分享读花莲这个地方的一个这么棒的一个艺文空间呢。我觉得莫老台高的小改，我们真的不知道读花莲有一个这样的秘密基地耶。我觉得是秘密基地，因为讲食材不，你按多年来我们你小改东都改文创商品，对不对？然后不同的创意，而且东都你他改改后上年进行东都东后改作品，真的，我们没有想到可以这么样的在地结合到这么的好，而且又跟客家有一个过去的安永改传统感艺术又按庆改连结哈，所以其实讲到你现场改作品之外，你也现场示范，你这样的东西我们看了都觉得好开心，应该有很多的游客或是朋友到你那边给你很好的回馈，对不对？听说还有其他国家的朋友，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们很幸运，就是因为我自己在一开始在文创园区进驻，然后就会间接认识到其他的游客。那等到我们自己开创自己的独立空间之后，其实有很多客人，他们从北部或从西部来，都一定会特地来我们店里坐坐。有时候他们花莲哪都没去，就在我们店里待了大半天，就是聊天，然后做做手工艺，然后听听花莲发生的故事。其实，因为我们花莲很大。那大家要能够到一个点去认识到花莲其他的地方，你要全部走遍不太可能。可是你在花莲，我自己是瑞穗人，比较偏南花莲，算是乡下了。那在花莲市中心的地方是每个人都会停的地方。那你来到这里可以认识到花莲不同，像秀林乡、瑞穗、玉里不同的人的故事。那你对这里有一个连结，有一个想法，你有一天你就会走到那个部落里去，多认识你有兴趣的地方了。我真的觉得听起来很感动因为你如果对那个地方有多一点的认识，你到那里的感情会不一样，你就会走入到更深入，你不是一般观光它为一个景点，对不对？到花莲有几样事情一定要做的嘛，对不对？有几件东西是一定要吃的嘛，对不对？可是撇开那样子的一个比较一般观光它会走改航改路线，就像刚刚您说的，如果你对那里面的人多一点点认识，那个情感会不一样。就像现在也有一些像很多香港游客也会喜欢到你店里去，还蛮喜欢的，而且很固定了，是不是？就是香港客人都会来，就说什么香港都没有开这种店，然后香港
港客人他们因为接触的大环境比较多，他们其实接触很多不同文创的东西。那他们来到花莲的时候，会觉得很讶异，花莲这样小地方可能也有这么多不同的工艺可以呈现，然后真的可以聊天，可能聊他们香港人的生活，可是跟花莲不一样。那我们就会认识到很多香港客人说啊，好想住在花莲哦。你虏获了他们的心，是花莲，是花莲，花莲虏获了他们的心。不过，带起来安用，你是用耳朵改片后，你会觉得很像摩哈改港狗，耳朵改片大嘴骨啦，对不对？耳朵改片令叉，带起来安用，你其实很多的农作品在那边也买得到，还有酱菜。你觉得这样子不会很奇怪吗？耳朵改片走在卖的按酱改发和走在卖的，你讲酱菜，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其实当初设想的不会把自己定义在一个标准的文创店，我们要做的是生活分享。生活分享里面包含了所有的食衣住行。那花莲的很好喝的茶，我每天都在喝的茶，为什么我不能客人来了我让你喝看看花莲？我觉得很棒的茶。等一下，我觉得你要不要去当代言人？我觉得你跟花莲感情实在太深厚了。对，真的对，继续好茶，然后对不对？然后我们自己从小吃到大，就是那种客家妈妈做的酱菜。如果我觉得好的东西，虽然它不是大家都说观光客吃的，然后很有名的，可是是真的好的茶。那像也有很多像跟我一样的年轻人回到返乡之后，他们其实也是从事着相关，就是默默耕耘，希望能够有多一点认识他们的产品。像小农啊，他们也是都到第3代了，已经没有人要做这么体力的工作，但他们愿意做，愿意坚持有机，愿意坚持自然农法。那我既然有这样的空间，我也吃饭，我也吃米，我为什么不帮大家推荐？我觉得很棒而且不只是安用他们其实还有盘东豆的市集活动，对不对？市集那个市集里面就真的什么都可以看到，很多元。当我们今年的时间，其实就希望我们把花莲在地的街头艺人，因为其实我在开店之前，我是做所谓的创意市集出来的。那我能够理解，其实街头艺人他们希望的是一个曝光的机会。那我们今年就集结了一些花莲在地的街头艺人，我们就办了一个这里有市集的活动。那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花莲在地的工艺，这样子。是除了工艺，是不是有一些农产品？市集的部分我们是针对艺术部分，那农产品我们就比较少，因为我们希望是先用艺术的方式让大家做一个统一的连结，所以也有街头艺人，对，会有也跟街头艺人合作，对，所以都改变但强走的爱用感艺术品和走的很多表演。是这样子，对不对？就是有一些可能歌唱的表演，或者是像一些体验的活动。我们像8月底的时候才在海边办了一个就是艺术市集，那也是大家可以边看的花莲很漂亮的风景，然后可以欣赏到大家的工艺作品。我觉得这样子的氛围是很棒的，也是很在地花莲才可以有的体验。对，所以像这样子的讯息的取得，我们其实只要上网站就可以找得到吗？对，我们就是在异想天开和异想花莲的粉丝页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活动讯息，然后都会有最及时或者是最现在花莲发生的大小事。我如果觉得这件事情很值得分享，我都会在上面把这样的讯息分享给大家。好，所以係講鄉親朋友上嘅記得同埋因為嘅訊息，係冇係講你拄到去花蓮聊嘅時間，你是花蓮人也好，或者係講你想去花蓮聊，其實就可以喜歡花蓮都可以。但係你動作去花蓮聊再提供，你是做啲得到安用嘅訊息，得到安用嘅訊息是有機會是做啲景氣行行聊聊。其實唔但搶安用，我記得有一次我去去花蓮改世界，它真的是有那個農產品的市集，然後有很多青菜，就是賣很多的小農的菜。對，你一直點頭是因為你知道，對不對？因為就是很固定的，其實對小農的市集，因為其實花蓮算是做有機蠻大的，對，就是做米茶菜其實都很有，但是他們希望說這樣子的一個理念，可以利用市集的方式去做推廣，那在地人也可以買到在地很好的蔬果。沒錯，因為那個蔬果真的就是記得飛松改氣，就是很新鮮。我以賣改世界那個推廣用詞讓我來講，他說。我現在把你的菜放到袋子裡面，你不要綁起來，因為它還在呼吸。我就說好，然後結果轉來推杯改時間那個塑膠袋的確是還有一點點水蒸氣，就是沒有錯，就是你講我的菜還在呼吸。但重點來了，然後我買的時候我就說，因為我想說自己那時候也不需要太大量，就買了1把這樣，然後我就說，買了好幾把，我就說那這個菜多少錢？他就跟我講說150，然後我就拿了150塊給他。他說：“小姐是1把50，可是這不是重點，重點他說你沒有買過菜哦，你很有錢哈。”我說：“
我说其实也不是这样，因为我想说是不是因为有机同品，然后他说150，那我就以为是150，所以其实去到那边的时候，你看这件事情这么久了，可是我一直已读性灌读，因为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一边浓浓的人情味，对他好可爱哦，他就说他当然是开玩笑，他说是150。你很有钱哈，他还说一把青菜150你也买哦，一把改酱炒鸡巴不是可你也敢买？我说也不是，我想说那个菜看起来那么厉害，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去花莲就像你讲的，因为今天凯竹雷斗俩片，他一直强调的事情是，带起来安用改修工艺品，最重要改时间可以改变改身法改方式，改变改文法，然后改变改一种人的味道，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印象很深刻，所以其实这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都会给你非常正面的回馈，也是这样的一个气氛塑造出来的。因为其实可能我们到这个年纪在做分享，大家都有一个理念是，既然回到花莲这个小地方，我们做的是希望让更多人认识花莲。也许要做大事业就不会留在花莲，别这么说好不好？这个以后会变成大事业。我们想要过好生活，也希望把好生活分享给大家。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除了生活的分享，很好从来改东西，按要按脏的，我该菜题发该手工艺品，走得不很好都感应一些。对不对？给更多的人来认识哈。乡亲朋友，希望你看你基本改节目，其实这种感受都冇强容哦，因为基本应该到可以专用打嘴鼓，我自己的感受就非常不一样哈。非常改希望讲按用按好按脏的改东西，但想黑天时机前面改乡亲朋友走在地头，慢慢的我们让更多去体验的民众可以认识这样的手工艺品哈。所以基本也非常感谢谢凯竹，有空常来，希望有机会。好，天天下来咧，你也邀请你改乡亲朋友。下咧做认同了。